望伊的店中来生做一个不落的伙人。明天若无能上将将宝贵的路交代予咱，希望咱大人修道为你天发好。山外相亲，无人比开心。为我操劳的相思，将来咱为着家己来想，伊全部的心思亲像溪水流入不知将来事。我论一面，我论出世。听听的心，无你最真的，若我能对咱的寄望，对咱的健康，希望咱伫人世间修好道人，唔通袂记咱的使命完的。相思，无人比开心。只我的相思，将来我为着家己来想，全部心思亲像溪水流入不知将来事。我论出世，听的心，无你最真的，修道路径是非常的难行，人生的过程有真济不足，不要紧，我你会甲勇敢。爱无你，大人爱无你，为你天嘛爱无你，有法无？修道有信心哦。这个厝住伫这个所在，干多啊？800年有，嘛暂时的对无？咱讲伫倒来？迄个所在是一家人，咱伫迄个所在，则欢喜，则快乐。来到这个人世间，咱听到道理，你发心修道，是不是一家人？安尼咱有要甲修到最后坚持无？安尼咱等于李天，这个才永久的一家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如果若是安尼，最真的，咱伫即阵，咱明日爱团结起来。修道大人最真的，甲咱个人的意念，甲咱个人私人想的代志，爱甲放伫边。咱一定要对咱的点文书，对咱的前人负责，咱甲对落去。因为伊会带领咱来带领咱倒来离天的所在。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团结起来好不好？好，一家人啊。我的家在无极里面，
我们家乡也在无极里面。从前我们在老母的地方是一家人，现在修道理还是一家人。手牵手，肩并肩，轻轻的弘扬这个祖师的真理，团结起来。都是一家人，家人要大团结好不好？团结起来的信心，弘扬真理，由我们开始好不好？我的家在无极里面，你的家乡也在无极里面。从前我们都是一家人，现在修道理还是一家人。手牵手，肩并肩，轻轻的弘扬着我们的真理，团结起来。都是一家人。修道人要大团结好不好？准备一手的团结两个丢。弘扬真理，有人开始有信心吗？肩并肩，轻轻的唱着我们欢乐的歌声，团结起来。都是一家人。好，安尼想倒快。安可有要一起来好不好？人讲40、50才要学业，比迄囡仔难呀。70、80才开始当勇壮，对不对？100、100是满满是呢，200、300无意义。最近的你今仔才欢喜，上少食到800是好不好？若无考到1000，我你会使回来机，搁使回车。天真岁月，人真守，都绝对真的。人未来爱当会收，咱爱欢欢喜喜，爱足快乐的。收到就爱团结起来，爱欢喜心对吧？对。咱就是拢一家人啊。咱负责人哦，甲阮注意点嘛是带领之下团结起来好不好？好。咱都有会红点无？一定要大红点对不对？一家人一起来。大家起来！我们爱想我的大团结好不好？弘扬真理有信心吗？你的家，你的家乡也在无极里面。从前，我们是一家人。现在修道理还是一家人。肩并肩，轻轻的唱着我们欢乐的歌声，团结起来。都是一家人。安尼想到有欢喜无？有快乐无？天堂过来，你看你那开始对不对？想到上课啊，好不好？我的家在无极里面，你的家乡也在无极里面。从前，我们是一家人，现在修道理也是一家人。手牵手来，肩并肩，轻轻的
唱着我们欢快的歌声，团结起来，都是一家人。目前呢，目前的年我爱你好不好？目前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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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前人。田老师，爱你。田老师，爱你。田老师，田老师，田老师，爱你，爱你，爱你。唱歌来，唱着我们的欢乐歌声。团结起来。都是一家人。咱这帮人做去无？上到去就是咱对不对？上苦难就咱对不对？上高兴嘛咱对不对？谢谢我。谢谢。哦。哇，好。好，所以真的。恁即阵安尼坐你这个活动，安尼有感觉足舒适的无？有吼。是。啊，你知影咱这个道安怎来无？当然嘛是你天老母娘遐降道落来对无？但是嘛还有人去传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前提，我副前提你讲拄仔你自闭哦，你知影讲我咧前辈这个辛苦，你有感受着？有一天吼。有一个点啊，出过你写迄个前辈者来台湾迄个辛苦。是。你嘛听过一条做苦仔的诚心无？有。伊讲吼，食菜修好行，哪会掠去受苦行？伊讲毋是安尼写的，讲食菜修好行，哪会掠去拍大枪？足恐怖咯。掠拍大枪，你真正安尼拍落去呢？咱的前辈有无？有。即早期你大陆啊，就是安尼遮辛苦来啊！啊，你看剩几个前辈才来到台湾，有遮大间的道场吗？无。有遮济道亲无？没有。对家己一人开始对无？食好无？歹。爱行路呢，爱渡人呢，所以这，若无前辈遮牺牲奉献，有咱即阵遮舒适的道场无？如果伊那阵无遮尔好的道，遮尔舒适的道场，为什么因修道会成就？信心。咱即阵若要修道，有遮尔好，咱爱找着前辈遮迄种的诚心，迄种至诚的心，伊若会成就，咱嘛会成就，对不对？从前辈遮的诚心嘛，找到咱好无？好在诚心来。好在诚心。回云路，残花路，人家踏过云路。小酒小路，夜夜，一路等待找你查某。你敢若听伊讲无？这是孤单的他，头前面你是都是我最艰苦的路。咱那心在好想，可以听到你点点。吃菜的辛苦，爱念的是苦甜，吃口苦，咱的老友时阵的路边，总惊心事。
老天天的，你看心的一生。回头残花落，不见他归想就想，不要紧，我等把这一扎我。你敢捌听伊讲我？迄是我早前看，头前面你是个是，有小难苦的路。我较实在，我好生个病，都听家己叫名。吃菜来受苦，哪会让你受苦？咱的老友青春的路，杨树是个好我把了天天的，一颗心都会记心。哦。我袂当看出来。你有感觉今仔日修道真有注意无？所以真修道老师若来拢问讲，你修了有好无？啊，你拢安怎回答？真好。啊，有影好无？好。人讲人生不如意啊啦。修道的路程真艰难，所以我老师讲，你有人会晓写迄字句，会晓写无？毋是啦，真正毋是人咧做的工课。都爱安那顶天立地，顶天立地见命，做一个修道的君子，爱立起标杆，安尼对无？对。讲啊袂成。你知影条路有弯无？有巧无？你知影一个弯拢是一个关卡，一个凡夫要过迄个关，有遐简单？若毋是最真的，你的诚心，加上上天、诸天、甲老师的慈悲，甲咱扶持，咱才会过关的。